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读做字，五语字第7条。这个字代表参详、讨论的意思，咱讲商议。另外，这个字嘛有批评的意思，咱讲议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讲到议论，代表批评甲讨论。古早有一句话讲，一人治不如两人议。某人讲是一人治，唔值得众人议，或者是一人主张，唔值得两人思量。意思拢差不多，拢讲是集合一人的意思，较赢一人，想较无步。第二个词读做做议量，代表消遣，找代志做来度时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大头家逐工早起时，拢来这斗指挥交通，做义工，做议量。进前引起在地民众大家会较真热，拢咧议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